聆聽練習，請把與圖相配的字詞連起來。小朋友，你哋見唔見到呢度有條分叉路口呢？小朋友要喺路口起點連線去終點，每一個路口起點都有一幅圖片，路口終點有一組詞語。小朋友要喺路口嘅起點連線去終點。我哋一齊留心聆聽同埋細心觀察圖片內容啦。然後適當地將線連起來。第一幅圖片，四合院，四合院。第二幅圖片，冰糖葫蘆，冰糖葫蘆。小朋友都做得好好啊！呢一部分嘅聆聽練習已經完成啦，請你哋繼續做埋餘下嘅練習啦。拜拜。